Hello， 大家好，無驚無險就快5點啦。咁今日嘅同大家分享一味剁椒蒸魚蛋咁呢味菜依家天到係好多中意食辣辣地嘅咁剁椒蒸魚蛋處理下佢先。咁大個魚豆咧，所以我剁咗佢快熟啲。咁大個魚豆食咗可以燉添燉湯又得剁椒蒸又得煎鵝又得好，今日嘅我整咧就剁椒蒸我先嚟揦嚟嘅咧，即係熱味嘅簡單啲，我就用啲芡拖嘅。用啲芡拖佢先即係佢落得咁多芡呢個落嚟芡呢度咁我拖到佢咁佢嗰啲腥味拿到佢肉嘅嗰啲叫咩拿嘅肉嘅這個是要好來的好了，我們 OK 了我不用拼了好了不我們再修理回去再剁好了，我們拖佢先咁我睇剁椒咯你剁椒本身有味嘅好啦，咁我喺度蒸啦，咁大嗰啲加多少少油先，啲水即係水滾嘅，個大嗰蒸蒸10分鐘就 OK 啦，滾咗都係蒸。好，10分鐘。好啦，應該得啦。10分鐘時間啦。個鑊睇見鬆翻嚟先。加啲油。好，簡單。剁椒蒸魚蛋咁呢味餸啲都好簡單嘅，做住咧個運動又可以喺屋企試試即係買個魚豆翻嚟，用啲揦爛嘅拖到佢，睇咗4就咁切條姜片，買啱剁椒，搞掂啦時間過得真係快啦，又係咁拜拜啦下集再見，拜拜。